安平事實上是台南或者是整個台灣的第一站，我們就常會開玩笑說，定情碼頭呢，事實上就是愛情的第一站。所以呢，在這個愛情的定情的第一站呢，在泰迪熊的一個 IP 的一個加持之下呢，多了很多的溫暖，那也多了很多的情感在這裡面。這一次呢，也特別是跟泰迪熊合作的原因呢，也是建構在這個泰迪熊勇敢溫暖的一個形象上面，搭配着我們的定情碼頭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來進行整合。在台南，我們每一個古蹟園區呢，都有屬於它專屬的一個故事。那為什麼在這幾年，我們其實不斷透過古蹟園區或者是我們的園區來跟不同的 IP 來進行合作？事實上，這個目的上面呢，就是有很多的 IP 是年輕人所熟悉的，這個是年輕人現在的一個記憶。所以我們怎麼樣去結合大家現在的記憶跟這個城市過去的一個記憶？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聯名合作的一個過程裡頭，讓一個古老的城市，事實上它也有很多新花樣或者是新的記憶可以產生。那這也是這一段時間就是文化局很多的一些園區場域會跟 IP 合作的一個重點。我們這次特展的一個軸心啊，是以愛、還有冒險、還有勇氣為一個策展的主軸，然後去規劃我們的一個泰迪熊的一個特展的部分。今年的话，我們比較不一樣的是規劃了很多一些比較大型充氣裝置藝術，最高有到9米。然後我們現場也會在不定時去做一些更換，總共有9隻的一個充氣泰迪熊會在這邊迎接大家。不只是在我們這邊安平串聯我們這邊的商圈去做一個推廣，然後我们跟台南知名的一些飯店，像喜榮軒，或者是雅樂軒、大園皇冠酒店，還是長榮酒店這邊來做一個結合，然後推出一個住房的一個專案。然後他們這些飯店也會設置一個衛星展區，做我們的一個展示的概念。在軍艦上，我們除了設置我們一些水手服的一個造型的泰迪熊，還有艦長的一個造型泰迪熊以外，我們的一些艙間又有做一些不一樣的主題規劃，也有一個泰迪熊的故事牆，還有一個展示一個情境式的一個體驗裝置，讓大家可以身臨其境去感受這個溫暖的氛圍。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熊熊見到你。2026泰迪熊海上派對主題特展正式開展。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到我們的陽建園區，共同一起來開箱。我們泰迪熊展一直到年底不僅是可以跨過農曆年的過年。假期也有跨過情人節，那所以這次是非常好的一個打卡點。那這個景點呢，一直不斷的在優化哈，從過去是一艘德陽艦孤零零的在這邊，後來再加上我們的陸海空一些退役的軍機跟戰車的進駐，以及我們現在加上泰迪熊，所以不管喜歡泰迪熊的、喜歡軍品的、喜歡緬懷歷史的、喜歡陸軍、喜歡海軍、喜歡空軍的好朋友，都可以來到我們德陽艦園區，而且周邊在過去就是林默兩公園了哈，所以連成一帶的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安平一個新景點。那還有不除了大魚的祝福之外，還有這個安義園區哈，期待更多的好朋友在過年假期，在228連假，甚至在今年的許許多多的連假中，能夠來到台南，來到安平，來到德陽艦，都歡迎您。你好，我是顧永佳，歡迎收看1月26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為了慶祝佛陀成道紀念日，佛光山南台別院對1月1號開始，第27個據點展開為期17天的臘八粥結緣，預計送出10萬碗的平安梅。26號這天迎來活動圓滿日子，特別將梅送往台南市政府市會等6大單位。象徵將祝福回饋予守護府城英雄。
台南市府員工以排隊對市長黃偉綽和滿洲法師手頭接過喇叭組龛春聯。舊曆12月8號是佛道成道日，佛光山南台病院依照傳統，每一檔攏會準備喇叭組分送到政府市議會等六大單位。這回特別用喜慶的蘭花來回敬感謝。臘八正日最終一點送來給台南市市府的同仁一起這個沾沾喜氣，也希望在新的年度裡面福慧充滿，那有更多的智慧來為市民服務。臘月正是歲末寒冬，弱勢需要社會給一份照顧甲支持。佛光山長期以來攏有關懷甲實際行動。對今年元旦以來，南台病院已經在台南熱切的駐點，分享10萬份臘八粥，讓市民在寒天當中感受到溫暖。這一碗臘八粥，它就是代表着和粥。我們也祝福台南市和諧，台南平安吉祥，和諧共生，馬到成功。為了確保每一個人攏會當吃到同款口感的平安糜，幾千名義工菩薩在過去半個月當中受到嚴格標準流程訓練，除了代表眾生平等，嘛希望和佛道成道的智慧傳遍整個社會。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台南市社會主體陸續完工，其中移居小東預計今年6月就當進駐，直到今年1月12號申請雜誌，總共有3150位，將抽出376戶，招座歡迎相當的熱烈。立市府為了確保工程品質，市長黃偉綽日前佇副秘書長林永川甲建築師的陪同到場會勘，實地巡視建築內部甲公共空間。位佇個小東路地下道邊仔的移居小東社會主體，唔但面對台南公園，而且距離火車站甲熱生態攏真近，環境甲熱交通相當的利便。為了確保工程的品質，甲熱後續立大的安全，市長黃偉綽日前協同副秘書長林榮川，甲熱設計建築師林祖明到場現勘，並且來開箱，希望早日提供民眾來立大。移居小東的一個社宅，那這個地方地點非常好，就在小東地下道上來。那小東地下道現在鐵路地下化之後就不存在了，所以這個地方可以說直接交通四通八達，是縫合都市的第一線。那也是在台南公園的正對面，所以非常非常好，距離車站近，距離成大以及成大醫院以及這個公園都非常方便。那這個地方首屈一指的這個社宅，那我想很多民眾現在已經都迫不及待想要趕快盡速來這個搬進來了，領到使照之後可以提供給市民朋友們。那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實上從賴清德總統擔任市長的時候開始規劃，我們現在開始一戶一戶的完成，現在是收成期。那也非常謝謝大家的期待，我們一起努力來讓這個社宅變得更好，讓台南更宜居。副秘書長兼都發局代理局長林榮川表示，移居小東是市府主辦興建第3座的社會主體，1樓設入幼兒園、日照中心甲日店鋪的空間。到今年1月12日雜誌受理，申請的就有3150人，目前正進入資格審查，後續將會照順序辦理通知民眾來補證資料、評點甲日抽考。這屆招租的戶數總共376戶，預計搶租會用講是相當的激烈。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去年高雄部鐵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就公布台南鐵路地下化全程8.23公里的磅空結果完成的好消息。其中在軌道施工的過程，為了避免暗途拍算，嘛減少人力，所以出現了一寡神秘的工程車，包括俗稱的黃色美女桶，攏陸續登場。
台南鐵路地化工程因為用地取得文資調查，加上起物價欠勞工等因素，會當講是一波三折。不過為了拼2026年底通車的目標，全長8.23公里的崩坑，主結果舊年10月就完成。接下來就是鋪設軌道甲電車線、河堤等系統工程。根據鐵道局表示，目前只剩台南站到林森站部分路段也未鋪設軌道。而回顧施工期間，一寡新別車輛嘛一一現身。這台黃色的米露桶工程人員俗稱羅雷，就是用來交軌道暗塗的工程車，伊來當避免長接工會有塌工的風險，同時嘛減少人力的浪費，增加使用效率。而施工過程為了克服空間的限制，後續嘛幾台有新別的工程車一一登場，在今年初將所有地下化新線的軌道來接通。台南新聞軍集採訪報道。感情雖然連續40多天成為個人十大死亡原因的頭一位，不過其實現在透過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是當治好的。所以市立病院邁入15檔的癌症篩檢中心，今年配合國家政策，新增加胃癌的篩檢，提供6段癌症的免費檢查。呼籲符合資格民眾踴躍參加，為家己的健康把關。秀團醫療體系去年底甲台南市政府簽署50檔的委外經營合約，其中興建全新的腫瘤大樓，提供預防醫學甲癌症治療，就是重大承諾。因為癌症已經連續40多檔，成為個人10大死亡原因的頭一位。對此，嘉義癌症篩檢中心今年15週年嘛升級，提供6大癌症的免費篩檢。中心主任吳坤玲則以家己父親甲患者的成功篩檢以及早期治療經驗，呼籲符合資格民眾一定要把為家己的健康把關。大腸癌，如果你沒有好好的給他做治療，早期的發現的時候，也許第3期、第4期可能半年就走人了，就死掉了。但是這個病人從他60幾歲看我發現大腸癌之後，到80幾歲，長達10幾年到是接近20年，都還很好的活在我們身邊。做篩檢，只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早期治癒，這就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這也是癌症篩檢中心希望帶給台南市民眾的一個好的部分。所以目前有6個癌症都可以做癌症篩檢的動作，請大家盡量到醫院來，然後想辦法把這6種政府給你的福利，也是全世界少有的福利，好好的做起來。但因為不是所有癌症攏有早期療效，所以市立病院鎖定6大癌症，其中大腸直腸癌甲肺癌的防治成果尤其突出。大腸直腸癌的連續3檔得到全國區域病院的第1名。肺癌篩檢的總人數嘛是台南市第2位，所以醫生再次強調，擴大篩檢不只提高早期發現的比例，更會當在黃金時間得到上有效果的治療。台南新聞軍集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在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灣蔡麗清結合各界愛心力量，在新村一連串舉辦5場的安南上青公益活動。第一場就在新和順保和宮，民眾熱烈的響應，參加的人數客滿廟埕。蔡麗清新村公益活動每檔為新和順地區出發，舉辦已經邁入第4檔。
今年活動特別邀請到曼都髮廊現場義診，以及永健服務團隊免費推拿，還有雞卵糕、棉花糖、造型氣球、書法春聯等等，大人囡仔攏喜歡的單位，現場氣氛熱烈溫馨。立青從上任以來就致力打造公益的平台，那也一直連安南庫仔仔聊巡迴的辦公益活動。那今年的新春前連續舉辦5場，然後在各個社區，就是希望幫助到所有需要幫助的人，然後也把這個快樂啊喜悅分享給大家，用這個一些小朋友喜歡的造型棉花糖，還有大人喜歡的義剪按摩、卡拉 OK、手寫春聯的活動，希望讓大家感受到新年的喜氣，然後還有感受到社會大眾的溫暖。社會局長郭乃文也親自到場甲民眾同樂，並感謝蔡立青長期徛佇咧第一線關懷弱勢族群，積極串聯民間的力量，讓愛心會當真正送到需要家庭手中。今仔日的活動呢，是咱的立青藝作伊佇這個部分呢，一步一腳印，顧着大家人的心情，顧着大家人的感覺，顧着大家人生活的方式。啊，遮爾濟工會甲迄個協會來鬥相共咱剃頭剃一個新煙，互咱大家心情有一個清晰的感覺這是上界踏實的舉動啦所以呢，咱若準佇遮，感覺講人甲人鬥陣迄個心情基本素的迄個溫暖的感覺都沒有壞啊，直接就自然就會當交往是真歡喜的代志。今仔日閣遮好日子佇對咧，佇咱心內底看到陽光祝大家馬年行大運。這次活動也得到樂活長照中心、天靈祖神會、蔡家農戶潛水會、有才企業社、好樣食品、台南市經絡美學教育協會，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完成安南上青愛心行動。除了佇保河宮的活動，蔡立青25號佇咧俊南路6段，同款嘛有一場愛心行動。蔡立青講，接下來還有3場公益活動陸續上場，請鄉親朋友踴躍參加。大家熱情出席，就是安南上青公益平台繼續向前的動力。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為了延續美軍駐台南時期在台灣地區所留下歷史甲眷村的生活記憶，台南市文主協會甲里前環衛文教協會共同舉辦阿媽你看眷村文化美食節。該活動1月29將在北區開南街舉辦，透過眷村的美食、文化展示甲交流活動，希望重現過去年節的氣氛。由議員蔡總校結合台南市文主協會，甲着台南市里前文教協會共同舉辦阿媽你看眷村文化美食節，將要伫1月29佇北區的開南街來舉辦。2月6號下午特別選佇議會召開活動宣傳的記者會，包括市長黃偉哲、副市長江林煌以及社會局長北區區長甲着里長攏到場為活動來宣傳。對於這個眷村文化的保留，以及在文化的層面上，能夠讓更多人認識、了解眷村文化變得很重要。那飲食，台南作為美食之都。那能夠借着飲食來帶路，借着美食來帶路，來讓大家對於眷村的美食，進而了解眷村的文化，進而了解眷村在那個大時代的背景。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模式。其實我們振興公園旁邊這個原美國學校就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那旁邊其實周圍也很多的眷村以前的國宅。那眷村文化本來就是我們整個當地文化的一個回憶。那要感謝就是我們的主辦單位金市長，還有我們的王里長把這個眷村年貨大街這個文化一路向北帶來我們的北區。那地點就選在我們里長振興里這邊。那場地大，那也是很有這個原本那種中美建交那種回憶，然後所以我想要感謝他們之外，也要跟大家分享這次的活動其實有很多的喝康很多喝康，等一下會讓主辦單位來跟大家分享。那最棒的就是這個過程就是說大家來採買當中，其實也結合我們社區的公益啊，還有一些義賣等等，邀請大家這位來寫年貨大街。負責設定的主辦單位之一南營眷村文化館的館長金冠宏表示，活動的形式以着年貨大街為主軸，結合各地眷村的特色美食、傳統的年節小吃，加着文化展示。
希望重現早年眷村過年時熱鬧溫馨的生活場景。我們的18攤就是那個純眷村的各式的那個他們的不管是香腸臘肉啦、獅子頭啦，還是說像南京板鴨這一類屬於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眷村的攤位。那我們的年貨攤來講的話，就是包含那些香菇啦、瓜子啦、花生這一類的，我們含眷村攤加起來的話，我們是超過60%。那我們如果說一般的那種市集的攤位的話，我們大概只有2成多，所以我們是一個非常非常具有非常道地的一個眷村年貨的一個市集。那除此以外呢，我們的公益攤大概也只有大概佔了大概是要1成多，所以我們是这一整個這樣子算起來的話，我們其實是把公益跟所謂的我們這個年貨是做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搭配，包含像很多人可以在那邊可以去認養寵物，我們要用那個認養來代替購買。那除此以外呢，我們每天早上還有準備那個就是200顆包子，我們是從第一天就是禮拜4到禮拜天這4天呢，大家只要能夠打卡分享，然後我們就會送1顆包子。主辦單位表示，這屆活動除了文化甲美食的展現以外，同時嘛結合社區的參與甲公益的元素，規劃社區甲公益團體的義賣，讓年節的氣氛唔淨是消費。更加希望能夠傳遞溫暖和善意。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為了避免北門區淹水的風險，台南市得到水利署補助7000萬，辦理頭港排水工程，總共完成護花改善1263公尺。立完工以後，將大大提升防災治水的效果，讓民眾更加安心。北門區位於沿海低窪地帶，每到強降雨，也則是海水倒灌時，時常出現淹水情形，大大影響居民生活甲財產安全。為何當地民眾有一個安心生活環境，市府向中央爭取經費，辦理北門區頭港排水治理工程，佇咧近期完工。而這項工程佇設計階段，一倒立生態甲加團理念，使用水庫清湖圖輔助建設堤防。達到防洪生態資源循環再利用的目標。這個頭港排水的堤防的加固整治就可以看到這個效果。原來的堤防已經破損了、老舊了，甚至常常會滲水。那如果碰到大一點的颱風或大一點的雨量，一下就會漫過去堤防。那所以非常感謝水利署六合分署，那支持全部的經費7000萬。然後台南市水利局很快的時間內就把這個部分整治了1263公尺，這麼長而且這麼厚。那用了土呢，又是百合水庫整治的土，淤積的土清出來之後免費運送到這邊來，運費、土方費用都省掉了。所以說，在7000萬可以做這麼長的距離，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整治工作做好，那可以造福地方。大概保護500戶1500人的這個面積，那也能夠讓民眾可以安居樂業，減少這個因為水患之苦。因此呢，我們這樣的水利工作，其實在台南很多，因為台南地勢比較低窪，是全國易淹水佔全國易淹水地方的土地的面積的1/3。所以說全國那麼多縣市，但是易淹水的面積這個中央水利署來評估起來，台南市佔1/3。所以說我們的出發點比別人辛苦，但是也希望說經費我們的使用都會非常有效率，趕快把治水工作做好，民眾少淹水之苦，大家才能安居樂業幸福生活。黃偉鐵重臨以後，對着北門區水患改善相當重視，包含排水路改善、抽水站、地方池興建等，總投入9億6000萬，並對極端氣候甲強降雨日益頻繁，市府將持續盤點沿海甲容易淹水地區防洪設施，結合中央資源，打造更加安全、更加靈性、更加宜居的水環境，守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主要雨災玉峰山頂海文峰玉林白園，在台南市東區的林和路營地舉行動土典禮，預計2029年完工。該廟除了上升為東區宗教文化觀光的新地標，未來白園嘛將規劃多元的社區活動加藝文課程，讓宗教場轉化為民眾休閒教育的好所在。第一產。
恭祝開地平安，新建順利。台南市副市長江林宏等各界貴賓手也金傘，替文宏幼齡病院來動土。立委陳廷輝食兩屆頂人攏到場祝賀，見證這座傳奇信仰甲現代美學道場。東區這是文教區吼，啊要有一塊遮好的地吼，貴寶地，啊來起迄個廟無簡單，啊這個神廟起了後呢，會當保庇咱境內攏會當舒適無雜八只有客啦吼。廟內風采對開基藥房宮婚禮的藥房三殿下，商團非常靈寫，為着符合自身風格，採用東式雙風設計，佔地大約150平，是由地主蕭千金原地興建，預計2029年完工。打造台南宗教新地標。那我希望我們未來在建設好之後，能夠成為這個地方一處的風景，那讓大家能夠來這邊活動休息。那我們也會提供素餐，那跟各位的前來的信眾來分享。動土典禮了後，廟方嘛堪前來參與的信眾分享福氣，除了會當跋杯，有機會甲象徵吉祥的龍寶寶，甲開運的金傘揸登去，同時發送限量發財金，內底是3塊美金，透過空間雕刻的現代化轉型，究竟宗教信仰甲少年世代距離。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感謝收看1月26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代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阿媽你好，我是來給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保庇哦。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而民眾不服時，只能提起訴訟。行政訴訟調解新制，讓人民有其他選擇來解決紛爭。由外部專家擔任調解委員進行調解，讓有溫度的協商盡可能取代全有全無的判決。調解納入選項，3贏不是想象。又有人上當了，有錢要進來了。只要你敢領，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會那麼嚴重啊。打詐新司法上路，嚴懲詐欺犯，騙越多關越久，最多關12年，最重罰3億元，提高假釋門檻，犯3次不得假釋。要讓詐騙集團想騙的不敢騙，已經騙的會被抓，騙到的沒得花。守護詐騙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協助，有疑慮就打165，讓政府來幫你。打詐新司法，加重刑罰，共同打詐。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裝沒看見，
我知道你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